韩团 TWICE 前天时，突然有留言威胁要在1月30日杀死子瑜，吓得歌迷人心惶惶。昨晚18，子瑜现身机场，显得有些疲累，但露出浅浅微笑。其他团员 Momo 还在脸颊画上爱心，心情似乎都没受到影响。女团 TWICE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瑜。什么是子瑜？女人，哈哈哈！大家好，我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发型，所以就绑了双马尾的 Momo。成员们一一自我介绍。韩团 TWICE 17日开和粉丝互动聊天，介绍新擦的指甲油，互动自然可爱，却在接近尾声时，留言出现插曲。短暂15分钟的，突然有名 FriendHunters9 的账号竟然留言威胁 I kill it out to you in 30.01.2019 I promise， 表示要在2019年1月30日杀死你子瑜，我保证，让其他线上观看的人看了毛骨悚然，反映给经纪公司，希望他们能保护子瑜的人身安全。穿着格纹大衣现身仁川机场，18日晚间 TWICE 准备搭机前往香港出席拼盘演唱会，子瑜显得有些疲累，被媒体拍到眼神呆滞的模样，步入机场大厅时才露出微笑，点头挥手向现场媒体和粉丝致意，在移动的途中还比出手指爱心，看起来心情没有太大起伏，令歌迷松了一口气。其他成员像是 Momo 还在脸颊画上爱心，9位成员们都不受死亡威胁影响，但也有人心疼子瑜，要照常跑行程。网络上更出现保护子瑜小队等文章，提醒彼此要帮忙注意偶像安全。